东纵谷的油菜花田，画笔一撇，金黄色泽染上画布。我现在画风景画是说，我要亲临现场，有很感动啊，才画得下去了。在当地写生，在家点缀，他用色彩让一景一物栩栩如生。他是客家画家黎兰，最擅长油画，喜欢宽阔的景观，因为他忘不了小时候客家庄的童年记忆。因为我家门前四面都是在田中间，这边早上起来，那可以从山头上看日出，一直到竹南太阳西下下山，所以整片天空了。不但记录台湾美景，他笔下的客家风情也一样动人。三义龙腾断桥，西湖客家庄，一笔一画，要为自己的家乡留下记录。淳朴的农村啊，很多还是保持淳朴的那种风貌。74岁的黎兰，师大艺术系毕业，出了10本的画集，更举办了25次个展，全台湾跑透透，画下一幅又一幅的感动。我这一间是平常画好的画，暂时放这里了。画出快被遗忘的自然生态，也歌颂这片大地。不论是上山下海，就是要把最美的景观放在大家眼前。很有活力啊，那种朝着阳光，对不对？就像客家庄的向日葵，也是他最爱的主题，因为他觉得画一样也能激励人心。出生在客家庄，吃苦耐劳的客家精神，让他在艺术界打响名号。大幅的话一改再改，改到满意为止，有时候连续几年。客家建筑，客家之美，用客家精神，黎兰要一直画下去，要画出对家乡、对客家难忘的情怀。循着黎兰的画笔，畅游客庄风情，画框中的天地辽阔，色彩里的山海耀人，隐隐透出的客家精神，却深刻了我的感动时刻。